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而家嚟到何文田山道嘅嘉輝台，上邊有幾個筍盤喎，同大家去參觀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而家嚟到何文田山道嘉輝台，介紹一個筍盤俾大家，裝修企理。呢個係嘉輝台634尺兩房加工人套嘅單位，客飯廳分明。廚房半開放式，仲有個工人嘅套房。跟住去睇睇兩間房，呢個係大房，方正實用。呢個係細房，而家做咗衣帽間嘅。亦都係好實用嘅，洗手間精美。呢個單位咧亦都有車位嘅配套嘅，有興趣嘅可以聯絡我 Henry 907643約睇，多謝。